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啲噶嘛，中間位置有太陽勇士嚟噶，響入邊瑞盛人生走咗上去啊！出邊藍白環間3呢，第3位噶嘛有包裝福星啊，內欄第4銀亮奔騰，中間進佔第4啊，紫色眼罩加州動員嚟噶，第5位就變翻銀亮奔騰啦，第6位噶嘛橙衫啊勁沙塵啊，再後邊噶嘛啦美麗同享啦，後邊嗰5匹馬桃花開，出邊啊大浪淘田啊，尾3啊海上大軍，尾衣大至尊啊，暫時殿後喎，紅眼罩呢，有呢隻就喜連勇敢嚟噶。過呢個1000米嘅段柱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太陽勇士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包裝福星啊，瑞盛人生啊守住內欄第3加州動員，第4內欄第5大面箍有銀亮奔騰啊，第6位橙衫呢就有呢個嘅勁沙塵啊，第7位美麗同享啊，後邊嗰5匹馬大浪淘田桃花開啊，尾3位置就大至尊，尾二海上大軍啊，咁啊墮後嗰匹馬呢係喜連勇敢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呢就太陽勇士啊依然佔先啲嘅，包裝福星響佢出邊啊，咁啊等入邊嘅話有瑞盛人生，攞出去外邊嘅話有加州動員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大面箍啊銀亮奔騰，最出橙心勁沙塵啊，仲未換到腳喎，等緊啊，再喺入邊再隻美麗同享，最後300厘米平排衝刺之下，包裝福星佔先少少，外邊冚噶嘛，有呢隻勁沙塵壓住咗中間呢，有銀亮奔騰壓入去啊，加州動員入邊冇位就瑞盛人生，反而出邊美麗同享殺出嚟啊，美麗同享外邊逢馬過馬贏啊，跑第2名。勁沙塵，第3名銀亮奔騰，第4名係太陽勇士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勁沙塵響外邊冚呢，咁佢應該冇換腳就一路有啲內閃。美麗同享開頭都等位，等下呢攞咗出去外邊，結果逢馬過馬捧走香港馬主協會錦標。美麗同享嚟到季尾階段，連捧2杯喺布文胯下攞到連捷嘅，勁沙塵就第2，銀亮奔騰第3，放頭第4，太陽勇士。哇！犀利嘅9歲馬，就係贏完再贏啊！